唔講唔知雲嘅重量。各位同學仔，平時喺天上面見到嘅雲，你哋覺得有幾重呢？你又有冇試過用棉花糖去比喻做一嚿雲呢？一嚿雲睇落去好輕，但實際上重量可以非常之驚人。一朵普通嘅積雲重量係可以超過100萬噸㗎。原因係因為雲由大量嘅微細水滴或者冰晶組成。雖然一粒水滴非常之輕，但係好多水滴加埋就會變成一嚿好重嘅雲啦。只要空氣上升嘅氣流夠強，呢啲水滴就可以懸浮喺空中入邊。而當水滴互相結合，體積變大，重量增加，就會變成雨落返落地面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當天空落起大雨，全個香港都係雨嘅時候，就知道一朵雲嘅威力究竟有幾多，一朵雲入邊究竟有幾多水滴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撳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